徒儿看剑！我有一剑，可翻山断江，倒海降妖，镇魔赤神，摘星摧残，开天斩！一剑斩杀天外邪魔，徒儿，你的剑道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只差一步，便可成为陆地剑仙，举世无敌呀！师傅，师傅，短短3年便习得我毕生所学，真是为剑而生的万国奇才。师傅，徒儿啊，为师已经没什么可教你的了。回家孝敬父母去吧。啊，师傅。你乃是先天剑体，具有剑仙之姿，只可惜患有痴傻病，时好时坏，不然天下无敌呀！唉，如若有难，找师傅借剑。知道了，师傅。听好了，咱们宁家弟子的剑法可以弱，但是我们一身的傲骨不可输。不管有再强的敌人，我们都不能低头。都听到了吗？明白。小宁瑶也明白，拜拜。阿弟，阿弟，傻子还知道回来？快让姐姐抱抱！抱抱！抱什么抱？幼不幼稚？我不管，我就要抱抱！你今天要是不抱我头，我就在这睡了。你抱坐地上干什么？3岁小孩吗？我们快起来！抱抱！我不管，我不管！今天是你生日，拿着，弄丢了，拿你试问？谢谢阿弟。哟，咱宁家那个傻子回来了。宁天，你那傻姐姐在外面拜了个老头为师，那老头怕不是眼睛瞎，连这种货色看得上。哎，这你就不懂，这叫傻人傻福。哎，你的话，谁再敢说我姐，废了他！学哥，他打我们！傻不傻先不说，堂兄作为宁家嫡子，脾气倒是大得很。我说可以，你们说不行。他的修为又有长进，怎么会？明明只是个旁系。什么？堂兄想跟我比试比试？阿弟，阿弟，
呸！凭你也配做我宁家嫡子，也配修炼狄家一脉传承的无双剑籍？轩哥说的对，就算是一条狗当嫡子，都比他强。宁天，最好有点自知之明，乖乖退位，把无双剑籍让出来。你们，阿爹，攻他下巴。你一个傻子懂什么剑法？一边玩去吧。轩哥乃我族第一高手，你弟弟再练20年也不是他对手，赶紧认输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只能赌一把了。宁宇轩输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轩哥竟然被宁天打败了！这不可能，一定是轩哥放水。是个傻子，竟能看穿我的破绽。刚才是你侥幸，再来！你不是自诩为剑道天才吗？怎么，该不会输不起吧？我们走吧。宁玉轩，你竟敢偷袭，卑鄙！给你面子，叫你一声堂兄；不给面子，你就是个废物。我若使出剑气，你哪里胜得过我？去，把他衣服给我扒了，看看是不是藏了什么秘籍。你们敢？就不怕我将此事禀告给族长吗？你觉得族长会站在一个毫无天赋的废物那边吗？动手！是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见过族长，宁武长老。族长，宁天刚才在我面前寻衅滋事，出手教训了他。是啊，族长，是这姐弟二人对轩哥不敬，我们可以作证。你们竟敢如此大胆！胡说八道！明明是他们对我姐姐恶语伤人在先，还偷袭才伤了我。进了执法堂再说。带走。宁天，你可知罪？我也没错，凭什么要认罪？还在嘴硬！玉轩都已经说了，你挑衅在先，后又大打出手。你若是伤了玉轩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我才是宁家嫡子，错也不在我，为何族长你要这般护着他？少拿嫡子自居，论天资论实力，哪样你比得了玉轩？你也配和玉轩相提并论？就因为我的实力不如他，就要拉偏架，就这样针对我和我姐，我不服！你弱肉强食，强者为尊，只有我才能带领宁家再次崛起，不然宁家要靠你这个天资平庸的嫡子，还是你这个废物起家？玉轩说的没错，你们嫡系一脉凋零已成事实，你们已经难当大任。没错，玉轩虽是旁系，天赋这是有目共睹的，不是你一个连剑气外放都做不到的废物能比的。你能留在宁家，那都是看在你爹的面子上。呸！族长，还跟他废什么话？既然他不服，就用家法让他服。来人，家法伺候。不许你们欺负阿爹！这傻子好大的力气！云瑶，你想造反吗？想造反的是你们！爹，敢动他们，问过我了吗？错了就要认，挨打要立正。我们用族规处罚你儿子，有什么问题吗？
别忘了，小天可是我们宁家的嫡子。嫡系？哼，嫡系还不如旁系，你们就是一群废物。别老拿嫡子说事，你这废物儿子资质平庸，女儿又是个傻子，你们这一代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。想要放过他们可以，宁伯伯，只要你交出爷爷留下的无双剑戟，我便不再追究此事。无双剑戟乃我嫡系一脉传承，一个旁系也想染指？呸！宁不凡，无双剑戟乃有能力者居之，谁持也不是你说了算。族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要怪就怪你这一代太累了。我们要废嫡，立玉轩上位。没错，这废物儿子根本配不上这个位置，更不配学习无双剑戟。只有我儿才能担此大任。嫡系为宁家做出那么多贡献，你说废就废，我不同意。我同意，我也同意。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大长老吗？哼，大长老，我呸！要不是我当年大义败给了你，你也配！现在我儿出息了，我还用看你脸色吗？啊！说得对，无双剑戟能者居之，赶紧把剑戟交出来！交出来！宁不凡，命令你马上交出剑戟。不可能！我们走，不交剑戟，走不出这个门。动手！放肆！动我女儿，你能走？是要和我翻脸吗？是要和我翻脸吗？宁不凡，你真要为了一个庸才和一个傻子大动干戈，你值得吗？我不但是宁家的大长老，我更是他们的爹。好，那我就给你们嫡系一个机会。算算时间，马上就要到东域大比了。此大比至关重要，我宁家已经连续3点输给天剑庄，导致剑宗将入门的名额通通都给了他们，让我宁家岌岌可危。如果你们能够在东域大比上夺魁，并且解决了宁家的危机，那你儿子依旧是嫡子，我也不会再找你们麻烦。如若不能，若是不能，就交出无双剑戟，滚出宁家！你敢吗？对，此事没有商量的余地，要不然他一死，要不现在就交出剑戟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好，我们走。废物，我很期待你在大比上的表现。听好了，这一届的大比，不管你们宁家派出多少人，台上有我陆晨一个人足矣。狂妄！就凭你一人，要挑战我们整个宁家吗？你有什么问题吗？你阿弟，台上那个人怎么了？好帅呀！不是狂妄，据说天剑庄少主陆晨3岁开始练剑，6岁悟出剑意，14岁突破9品大剑师，乃是千年不遇的剑道奇才。这么厉害？没错，我们要小心了。哪个废物先来？我先来。我来。你们宁家的弟子都是这般的废物吗？宁宗，你们宁家弟子实力堪忧啊，怎么都这么不经打呀？
怪不得连输了3届。我来。你个废物就别上去丢人现眼，给我老实待着。我来做你的对手。太好了，玉轩上场了，我要手下留情，让天剑庄的人知道我们宁家的厉害。轩哥，给我们狠狠的揍他！姓陆的，我劝你最好还是赶紧认输吧。轩哥出场非死即残。宁玉轩，宁玉轩，宁玉轩！部长，只要玉轩出手，这个什么天剑庄的少主嚣张不了多久了。下面就看我们玉轩的了。这个宁玉轩是什么人？庄主，据说他是宁家第1天才，刚出生时便能念剑诀，6岁时便能握剑打败10个同辈，才15岁便将宁家的寒霜剑法炼至大成，至今从无败绩。想不到宁家也有高手。你就是宁家年轻一代的最强者宁玉轩。正是。不过如此。好快！那是什么招式？好厉害啊！那是敌人。敌人是什么？好吃的吗？我儿居然输了，这不可能啊！怎会如此？天剑庄的实力何时这么强？还以为你们宁家第1天才有多强呢，整了半天，这也是空有虚名啊！充其量那就是个废物。这不是东域的剑法，你们学渣！孤陋寡闻了，这叫聚合斩。我们早就引进了异域的剑法，你们那套过时了。小子，你可认输？好可怕的实力！我若不认输，他真的会杀了我。小子，你可认输？气不出神，我认输。那你还不快滚！你聋了吗？我家少主让你滚下去！滚下去！滚下去！就是滚下去！滚下去！没想到连宁宇轩都输了，这天剑庄的少主竟然这么强！你们宁家第1的天才也不过如此嘛！看来你们宁家从老到小全都是废物！宁灵宗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你们就要连输4届。你们宁家要为我们当50年的奴隶了。来吧，还有谁啊？要登台挑战呀？我来。岳轩，宁玉轩都不是他的对手，更别说你了。阿弟，你打不过他。宁家受辱，我身为宁家嫡子，若是无动于衷，无颜面对列祖列宗。宁家嫡子宁天前来讨教。区区剑师也敢上台？胡闹！你个废物，上去干什么？还不快下来！无关强弱，我宁家弟子欲战不怯，欲强不怒，有胆量！阿弟，不能上去，这是比武，胜负未分之前不能上台。有点骨气，可惜太弱。小子，你可认输？不认。还是个硬骨头。
不认，你认不认？阿迪，我求你了，你快回来吧，阿迪！那天，你不会真想死在我剑下吧？啊！宁家祖训，宁家剑法可以弱，生生之势可以输，但唯独这一口气不能弱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阿迪，带他回去，来跟你打8品大剑师。好，那我就连你老的小的一起打。爹，小心！爹，这竟然连大剑师都不是他的对手！区大剑师，你还不够资格。难道他是剑道宗师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么年轻就有如此修为，天大地大，有什么不可能？我儿有剑神之姿，天赋就这么惊人。族长，要不咱们认输吧？这天剑庄这实力这也太强了吧！认什么输？宁家还有我在。老东西，一把岁数了，还逞什么英雄？给我好好的歇着吧！哎，宁家还有谁想上来送死？你们宁家都是一帮废物、孬种、懦。连输10场，难道偏要亡我宁家？既然不敢应战，那就跪下向我求饶，否则杀无赦！我让你们跪下，没有听见吗？我等愿臣服天剑宗。你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跪下，都想死吗？一群软骨头！果然是一群孬种！把你们宁家的无双秘籍交出来！大人，仙剑在他身上。爹！爹！爹！无双剑法，爹爹，有了它，天剑庄就能一统东域，就能成为东域世家。好，你们宁家还真是废物至死。我儿小试牛刀，就打得你们跪地求饶了。你个坏人，你不许亲我啊！你别管我！你上去捣什么乱？快回来！好了，既然你们现在都已成为附属，那我就宣布一条命令：从今往后，男人给我们天剑庄当牛做马，至于女人嘛，
为妾为奴的伺候好我，明白了吗？放开我姐！阿爹，天，谁让你上去的？赶紧给我跪下！回去！阿爹，她是你姐？好啊，那我今天就当着你的面玩弄你姐！畜生！你姐虽然是个傻子，但却是难得一见的美人儿啊！我会用尽全力去保护你，直到迎来晨曦，随着风最自然的散去。找死！用我的心和那乌云，换你晴空万里。你想学武？呵呵，为什么呀？当然是为了保护姐姐。姐姐生病了，如果有一天爹娘不在，就只有我来保护。可是你天赋平庸，若是强行习武，恐怕成就也有限呢。没关系，只要能保护姐姐，没有天赋，我就付出10倍、100倍、1000倍的努力。好，那以后姐姐就交给你了。你给我松开！区区废物，还敢反抗我？给我去死！阿爹，给我住嘴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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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我滚！阿姐，以后恐怕保护不了你了。我们来世还做姐弟。你这个傻子，不许跟我们玩！娘亲说跟傻子玩，脑袋会变傻的，打死你这个傻子！住手！你个废物，竟敢咬我！阿弟他肯定很疼。剑，剑来，你当本少主是被吓大的吗？剑气护体，宁家还有这等高手？虚张声势，我这一招必杀你！
一剑斩杀剑道宗师，怎么可能？难道他比我还强？宁儿竟然有这等实力！儿子，你竟敢杀了我儿子！都输了，还想反悔吗？他杀了我儿子，就要长命！接剑阵！你伤我弟弟，我不但要杀你儿子，我还要杀你。怎么可能？一个傻丫头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？这怎么可能？有本事就杀了我！剑宗特使到！剑宗特使莅临，令行禁止，立刻停止争斗。参见特使大人。这剑宗到底什么来头啊？区一个特使，连族长都要相迎。剑宗你都不知道，那可是5岳第一修仙门派，天下所有剑修都向往的剑道圣地啊！不可争斗！难道你要忤逆剑宗特使吗？还不把剑收起来！瑶瑶，收手吧。要不是剑宗特使来得及时，我这条命恐怕就……特使大人，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要事？3日后，我剑宗将大开山门，举办收徒大典。什么？收徒大典？那岂不是我们也有机会拜入剑宗，成为剑宗弟子？那特使大人，我们天剑庄可有名额入我呀？此乃名额帖，持此书帖可参加剑宗入门考核。你们天剑庄实力较强，赐5个名额。多谢特使大人。宁家实力平平，赐2个名额。谢特使大人。名额有限，你等自行分配。没想到你们只分了2个名额，看来你们宁家还真是要没落。反观我们天剑庄受到剑宗的器重，一下子就赐给我们5个名额。名额再多，也得有命去才行。你什么意思？当然是斩草除根。杀！不可！天剑庄如今被剑宗重视，动他，剑宗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你疯了！剑宗我们可得罪不起。宁瑶，不可胡来！滚蛋！等我们天剑庄5个名额都拜入剑宗以后，有剑宗做依靠，你们宁家就是死期。还有我儿的事，咱们没完。这2个名额，我们旁系要。凭什么独占2个名额？别忘了，刚才是瑶瑶出手，才挽救了整个宁家。就凭玉轩是我们宁家第一天才，玉轩出手，定能通过剑宗考核。哦，是吗？既然你儿子如此天才，为什么会输给了天剑庄少主，还被当众羞辱？那是玉轩一你当初输给我爹也是这么说的。虽然我输给他，但这跟我参加考核没有关系。在我进入剑宗振兴家族，指日可待。就是振兴家族还得靠玉轩。你们想独占名额啊，也不是不行。只要从我手上过一招，我就把名额让给我都不是天剑庄少主对手，更别说他了。怎么，怕了？能者居之，不是你们信奉的理念吗？名额到底给谁，还得看族长的意思。就是族长，这2个名额到底给谁，还得由您定夺。这2个名额，我给。族长向来很支持我们，这2个名额只能给我们，就凭你们也配染指？宁天和宁瑶竟然把名额给了他们！族长，他们一个废物，一个傻子，何德何能啊！何德何能？大敌当前，你们只有跪地求饶。反观宁天，资质无一不如你们，却比你们有骨气的多。宁家要的是铁骨铮铮，要的是忠肝义胆，不是软脚虾的行为。
我这双眼睛还没瞎呢。可他死了，不可能。爹，弟弟他……瑶瑶，你放心，小天只是昏迷而已啊。骨气有个屁用！把名额给这个废物，难道指望他通过考核不成？够了，我意已决。我不服！他一个废物，一个随时可能会发疯的傻子，凭什么？组长，你当真？如果眼里还有我这个组长，就听我安排。好，既然你们不让我参加考核，这宁家不答应也罢。宁宇轩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自然是离开宁家，投靠天剑庄，至少他们会给我一个参加考核的名额。你敢？听着，宁家没落也是事实。反观天剑庄得到剑宗器重，拿到足足5个名额，待其进入剑宗，宁家处境更加危险，说不定便是宁家灭门之日。是走是留，你们自己选。不错，现在不走，难道留在宁家等死吗？机遇只有一次，现在投靠天剑庄，我们都有从龙之功啊！轩哥，我们一起走，我们一起走，一起走！你们，造孽呀！这是要毁了我宁家的根基呀！组长，别怕，还有我呢。瑶瑶，你的病好了？没有，只是暂时的清明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徒儿啊，你是因为出生之时资质遭到天劫，魂魄受到天道锁链封锁，才会这般痴傻。只有你真正踏入陆地剑仙，才可摆脱天道束缚，独剑天下。若还以傻子之身，很难通过剑宗考核。我要突破陆地剑仙，彻底根除此病，振兴家族，保护家人。若还是残缺之身，难当大责。为什么？就因为我是女子，老天爷就不让我当剑仙吗？姐，你怎么样？我不要逞强，你要是出事的话，罢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明日就要启程，先指点弟弟一番。他的剑术太差，我先教你几句口诀，到时候领悟多少，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以神凝气，以神凝气，以气御剑，以气。天儿，一夜之间你就突破到9品大剑师了，多亏了姐姐的指点。好，好啊！他的病又犯了。组长，你是我看错了人，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。振兴家族的重任
就交给你们2人。放心吧，族长，我既是宁家嫡子，自当竭尽全力通过剑宗考核。放心吧，都包在我们身上。宗主，我们是时候该出发了吧？急什么？我儿还没有出关。儿子？那天剑庄大少主不是已经……好强的剑意！传闻竟然是真的，天剑庄2少主的剑道天赋竟比大少主还强。我陆小凤的儿子个个都是骁勇善战、力敌千钧的英锐。太好了！既然2少庄主有如此实力，那别说是通过剑宗考核，就算是亲传弟子，那也是绰绰有余呀！京城，不用我再告诉你该怎么做了。杀兄之仇不共戴天，等我通过剑宗考核，我一定亲手扒了宁瑶的皮，出了他的剑。老祖，收徒大典即将开始，您要不要前往观礼？此次大典通知到宁家了没有？为何老祖这么在意宁家？没什么，此次大典我会到场。哟，这不是那个废物吗？是谁给你们的勇气，竟敢参加剑宗考核，就不怕丢人现眼吗？住口！你们这帮叛徒！几天不见，这废物竟有所长进。阿弟，好强的实力！给你们介绍下，这位乃天剑庄2少主，剑道天赋旷古烁今，12岁便打遍同辈无敌手。你敢伤我阿弟！就是你杀了我大哥，过来，给我偿命！住手！考核现场禁止争斗，否则取消资格。这不是江长老吗？怎么，又是来走过场的吗？年年如此，年年收不到徒弟，江长老真有毅力。努力看看，总比什么都不做的好。轩哥，据说这江长老门徒尽失，是剑宗里最弱势的人，没人愿意拜他为师。切，还以为是什么厉害人。姐姐，你好漂亮啊！哎，干什么？那可是剑宗长老。阿弟，姐姐她不是坏人的，她是好人。大长老到！大长老，入门考核是否可以开始？开始吧。我宣布考核开始。规则很简单，这7把飞剑乃是我宗铸造的神兵，御剑数量越多者，证明资质越高。反之，淘汰。按下来。御剑失败，下一位。御剑失败，下一位。我来。下一位。这一剑真是堪忧啊！我来。轩哥，宁天那个废物上场了。他一个连剑气外放都不会的废物，还想御剑？
时间不多了，我教你几句口诀，到时候悟多少就看自己造化了。一身名气，一身名气，一气一剑，一剑，一剑击我，好，万剑。起！御剑一把，合格，入外门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成功了。废物竟然！阿爹，好厉害！哼，就算侥幸御剑一把，也依旧是个废物。看我的！御剑2把，入内门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。不愧是我儿，入内门就如鱼跃龙门，前程无量啊！区2把御剑，有什么好骄傲的？不该。哎，哪里？我这点微末修为，当然比不过陆少主。看好了，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剑道妖孽。于4把剑，定亲传弟子。什么？亲传弟子？那可是考核的最高待遇啊！御剑4把，这天剑庄2少主竟然这么强，这可是千年一遇的天才。小子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？边儿去！我修为高，我才有资格做他的师尊。你怎么？你们要和我争吗？不敢。自然是大长老您先挑选。小子，你可愿意拜入我的门下，做我的入室弟子吗？徒儿陆敬腾，拜见师尊。好啊！二少主竟能被大长老看中，果然投靠天剑庄是对的。宁天、宁瑶，这下看你们怎么死！师尊，徒儿有一事相求。讲。这宁家姐弟残忍杀害我家大哥，还请师尊替我做主。有此事？如此残忍之人，看来不适合进入我剑宗。你们看呢？是。考核之上，公平公正。大长老，你这行事未免也太霸道了。霸道？在剑宗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你。如果不能拜入剑宗，宁家就完了。不行，我已经通过了考核，凭什么你一句话就能否定我的努力？凭什么？因我是剑宗的大长老，这个理由可以吗？凭什么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就凭你是废物，是天之骄子。就凭我4把御剑，你只能1把御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不过通过了宗门试炼，也不过一介外人。而我是大长老钦定的亲传弟子，你我身份天差地别，
凭什么和我比？大长老，是否要阻止？阻止什么？大长老，你这弟子行事如此嚣张跋扈，你不管一管吗？哼，我的徒儿已经说了，他与那姐弟二人有仇，他的亲哥哥被残忍杀害，他不出手已经很仁慈了。没错，若不是现在考核，少庄主已经拔剑。得罪了天剑庄，你们觉得还有好果子吃吗？只是刚刚开始，我儿绝不能白白的死在你们宁家，我要让你们宁家满门陪葬。欺人太甚！废物，轮到你说话了。你够了，到此为止。怎么？莫非江长老要收他们为徒？没错。你们二人可愿拜入我门下？我没听错，你竟然要收他们为徒！亏你还是剑宗长老，这是什么垃圾都要！我还没遇见呢。你一个傻子也懂御剑？当然了，我师傅说了，论御剑，我可是千载难逢的天才。他说他是天才，你们信吗？我第一个不信啊！你是绝世仙人，那我还陆地剑仙呢。真是傻子，说话都能这么糊弄。我相信我姐，我姐没在说大话。能行吗？他看上去跟绝世天才根本沾不上边。傻子，今日除非你真的是那剑道妖孽，能够惊动宗主，否则就连江长老也保不住你。是人之子，只能让他上场试试。姐，加油！这不是师傅那七把剑吗？是，飞高高的，走。师傅，这御剑不难嘛，就跟放风筝一样简单。这不是简单，是你天资太高了。短短时间内，这些飞剑都任你为主，听你号令。御剑嘛，一点都不难。不难，要知道，连二少主都只能御剑4把，你一个傻子在这大言不惭，赶紧下来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你要是能御剑成功，我把我佩剑都吃了。一个傻子居然也妄想进入剑宗。姐，看好了，剑是这么御的。赤霄渊，太阿轩辕春秋，成影龙血，听我号令，起！我还以为要放大招呢，就这御得很好，下回啊别御了。先不提你会不会御剑，但丢人这一方面，你倒还真有一手啊！傻子就是傻子，成不了气候。装模作样，跟他弟弟一样，都是废物，智障。难道他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？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御剑失败，不合格，下一位。为什么你们不听我的话？石像，起！月红，听我号令，起！太阿，给我出枪，出！你呀，别丢人了，下去吧。别白费功夫了，你是想活活笑死我们吗？对呀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浪费大家时间。下去，还不下去？我可以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这次一定行的。就算再让你试10000遍，你也不可能成功的。能力不足还坚持什么？考核只是限制时间，并不限制次数。
让他再试一次又如何？最后一次，若再失败，就该我亲自赶你下去。又调皮了是吧？你要是不听我话的话，我就把你们全部掰断！你看那傻子，又上去，白费力气，还不放弃，果然是脑子缺根弦啊！好命！起！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御剑7把，这是真正的剑斗奇才呀！路飞，他真的是万中无一的绝世天才。我不生气，你们就不乖乖听话是吧？傻子就是傻子，别得意的太早，你根本没通过考核。胡说八道！我姐姐御剑7把，比你们所有人都要出色。按照剑宗考核的规矩，至少要坚持10席才作数。这傻子只坚持了3席，根本不合格。没错，连10席都坚持不了，算什么御剑？确实不符规则，应该是这7把剑出了问题。这次成绩不作数，御剑失败，不合格。你们竟然如此行事！你们怎么能这样？这不公平！傻子就是傻子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就凭你们，也配进入剑宗？没错，大长老都发话了，谁敢收你们，就是与他为敌。进不了剑宗，宁家就等着覆灭吧！宁宇轩，你怎能这么狠毒？你好歹也是宁家弟子啊！以前是，现在不是。我现在是天剑庄的人。虽然他是我天剑庄的一条狗，但好歹也有主。倒是你们，看谁敢要！二少主说的对，像你们这种货色，耕地放条狗都没人要。你们欺负人！进不了剑宗，宁家就完了。难道一切努力就付出东流了吗？谁说没人要？这2人我要了。你就不怕得罪大长老吗？得罪？我平时最看不惯这种恃强凌弱之事。你们2人可愿拜我为师？大姐姐，我已经有师傅了。如果你要当我师傅的话，就只能当我二师傅。师傅应该是不入流的游侠剑客，也正常。很多小家族也只有这等渠道。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那我愿意。弟子宁天，拜见师傅。好，从今日起，你们就是我座下唯2的弟子了。唯2，竟然拜了个剑宗最弱势的女长老为师，进了剑宗还是得受欺负呢。师尊，他江长老，我记下了。得罪大长老，你就等死吧！宗主到！参见宗主。参见宗主。此次考核宁家表现平平，怎么会被宗主这般在意？好不容易收了2个弟子，可不能让到手的鸭子硬，得赶紧把他们收留走。走，为师带你们进剑宗，参观一下山门。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！门下只有2个弟子，这师傅靠得住吗？走了，我们有新师傅了。剑宗老祖到！参见老祖！参见老祖！这死丫头跑哪儿去了？这就是以后修行的地方吗？怎么那么破？
修仙就要吃苦。俗话说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如果连这点苦都吃不了，你们又怎能修成正果呢？二师傅说的对，徒儿以后每天吃10斤苦，不，20斤。倒也不必，量力而为就好啊。那拜师礼总有吧？当然有，此乃宗门令牌，凭此令牌可出入剑宗。还有，这本剑法乃为师珍藏，你们拿着，好好修行。这不就是最低级的黄阶剑法吗？重在心意嘛。本以为他靠谱不到哪去，没想到那么不靠谱，连个像样的功法都没有。我这2个弟子刚入门，我得为他们多兑换几颗灵丹，助他们修行。为师还有要事，你们先自行修炼。这丫头走这么快干什么？没心没肺，真是，还得我自己来看你。哎呀，知道你嘴馋，为师还专门带了你最爱吃的烧鸡。我怕是全天下最好的师傅了吧？站住！丹堂长老，我想兑换一些灵丹。10万灵石一颗。10万？这比之前贵了100倍。大长老有令，你对宗门贡献低微，所以价格要高些。什么？我要见大长老。大长老身份尊贵，每日宗门事务繁多，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闲啊？是谁要见我呀？大长老，我不过想换几颗灵丹而已，你为什么要阻挠我？想要灵丹，灵石足够自然能换，换不了那就是你自己囊中羞涩。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将灵丹给我？很简单，只要你跪下来求我，我高兴了，或许就会给你。欺人太甚！巧了，我欺负的就是你。哼！既然江长老如此清高，不愿意求人，那你回去吧，别在这里扰丹堂清静。好，我既然是他们的师傅，就得为他们负责，不能空手而归。算我求你。现在你可以将灵丹给我了吧？江长老是为你那2个弟子求丹吧？我看已经没那个必要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若我那2个弟子出了什么事，我饶不了你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来跟你们算账。我说过会亲手抽你的筋巴。你说是先抽筋，还是先从你这张漂亮脸蛋开始？放开他！有什么事冲我来！得罪了天剑庄，一个也跑不了。下一个就知道。抓稳了！不要！好大的胆子！谁？少装神弄鬼，出来！鬼鬼祟祟，有本事就出来呀！你们给我等着！3日之后就是宗门大比，我先放你们一马，到时候便是你们的死期！滚！我们走。多谢前辈出手相助。师傅，
师傅，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师傅，你对我真好。徒儿，为师虽然替你打跑了那些人，但是3日后的宗门大比，还需要你证明自己。只要你夺魁，为师便昭告天下，说你是我邓仙志的徒弟，也是剑宗下一级宗主。剑宗宗主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放心吧，师傅，我一定会得第1名。你呀你，你不能老被人欺负。徒儿，这是为师为你研制的定神丹，可以让你短暂恢复清明。若是再有人欺负你，你就服下此丹。谢谢师傅。为师还有事，就不久留了。前辈之恩，感激不尽。敢问前辈究竟是何人？你只要记住，整个剑宗，老夫说了算。剑宗不是大长老说的算吗？宁天、宁瑶，你没事吧？师傅，我没事儿。二师傅，这个烧鸡可香了，你尝尝。刚才大长老的人没有来为难你们吗？确实来人了，不过有位高人暗中出手相助，我们才没事的。高人？我在宗门里也没有结识其他厉害的长老啊。师傅，你不用担心了，我们真的没事儿。都怪我太弱势，才会被大长老针对打压，败在我门下，苦了你们了。没事的，二师傅，在宗门大比上，我肯定夺得第1名。对，不怪你，怪他们欺人太甚。只要我们能够夺魁，他们就不会再欺负我们了。你们是怎么知道宗门大比的？是刚才那些人还有那位高人告诉我们的。宗门大比100年一次，意义非凡，十分重要。但是争斗惨烈，每一届都有死伤。为师不希望你们取得多好的成绩，只求你们能够平安无事。不，师傅，我们既然败在了你的门下，就不能跟你丢脸。他竟然是老祖的徒弟，怪不得老祖如此在意这个宁家。罢了，这是老祖的安排，我不能走漏风声。你是说有高人暗中对他们出手相助？没错，不然我们已经将他们……师尊，那人还未露面，就将我打得节节败退，实力高深莫测。多高？比我还高吗？师尊又高又硬。这是宗门秘法，修炼后会使你们的实力提升10倍甚至100倍。此次宗门大比意义重大，你们若是夺魁，在宗门的威望会更上一层楼。所以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有挡路者，弟子不办。有了大长老赠予的秘法加持，宁瑶、宁天，真想看你们怎么死！已经认输了，为何还要下死手？大比之上，生死自负，能死在我的剑下，也算是他的荣幸。你无耻！还有谁敢上台跟我打？还有你们，上！怎么办？他实力太强了，不是他的对手。怕你啊！别去，你会被他打死的。原来你们宁家人都是些窝囊废，连台都不敢上。2个窝囊废上台后先磕10个响头，没准二少主一高兴，饶你俩一命。这是激将法，不要上当！孬种！孬种！孬种！我们不是孬种，那你们就一起上。
你不是他的对手，我来。以强欺弱算什么本事？我跟你打！就怕你招架不住。二师傅威武！没想到这个便宜师傅这么厉害，没想到这就是剑宗的长老，好深厚的修为。师傅，二师傅，堂堂剑宗长老，以大欺小，我看你是越活越回去了。江长，你再强有我师尊强啊！你不是很能打，出来混靠的是背景。欺人太甚！江长老，你既然已无力再战，让你那2个徒弟上台吧。大长老，你明知我2个徒弟不是陆景城的对手，我剑宗不养懦夫，他们连上台的勇气都没有，有什么资格留在剑宗？更不配做剑宗弟子。你们2个还在等什么？难道非要等我废除你们弟子之名吗？大长老，你好生霸道！他们是明知不敌才不上台，何故之有？闭嘴！我是大长老，剑宗我说了算。你们有2个选择，要么上台应战，要么滚出剑宗。听见了没？要么上台被我打死，要么退出剑宗，等我天剑庄灭宁家满门。宁天、宁瑶，你们师父已经输了，没人能再护着你们。你们要当缩头乌龟到什么时候？难道我连自己的弟子都保护不了吗？我跟你们打！不要去，你会被他打死的。姐，我们回家吧，会被活活打死的。放心，交给我。徒儿，这是为师专门为你研制的定神丹，它可以保你短暂的清治。只要再有人欺负你，你就服下此丹。傻子，让你上台，你还真敢来？我就上来，怎么了？敢上来，今天就得死在这儿。这是什么种事？好可怕的气势！这可是2少主最强杀招，剑破9天。宁瑶，就等死吧！此招一出，有死无生啊！敢得罪天剑庄，就死定了！小心！去死吧！他怎么想变了个人？怎么回事？刚刚我感应到一股好强的剑意。2少主小心，这傻子开始不对劲了。哼，从出生到现在，我还没输过。赢了几个菜鸡就沾沾自喜，像你这种人，确实欠收拾。狂妄！就你一个人还不够我打，你还有你，全部都给我上！什么？他竟然要1个打6个，这新人也太剽悍了吧！疯了吗？那些可是大长老门下的精英弟子，个个实力深厚。好大的口气！既然如此，一起上！傻子，既然你想死快点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有一个词叫不自量力。给我上！别留手，有秘法！这是大长老亲自赐我的秘法，修为10倍大增。这一剑，我看你怎么挡！小心！废话真多。他竟然打赢了！我没有看错吧？这个新人实力居然这么强？难道他隐藏了修为？这怎么可能？老匹夫，这就是你教的不中用的弟子？莫非是人老了，脑子也不好使了吗？
大胆！你竟然对大长老不敬！一个恃强凌弱、以权压人的老匹夫，有什么可尊敬的？你什么你？不服的话就上！宁阳，太放肆了！这里是剑宗，我今天就是要放肆一回。按照宗门比武规则，我可以挑战任何一个人。今天就是要挑战他。他竟然挑战大长老！他一定是疯了。大长老可是仅次于宗主的强大存在啊！看你是失心疯了。大长老一身修为，亦临剑尊之境，你这是在找死！敢得罪大长老，就等死吧！徒儿，不可冲动啊！我们已经赢了。姐，回来吧。一个小小的剑尊而已，何足挂齿。老匹夫，李默默是怕了。知道天高地厚，今天就替你师父教教你。看招！来得好，剑一破碎虚空。连大长老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天啊，他到底有多强？这不可能的。没死的，那就起来接着打，直到被我打死为止。你竟敢杀我，怕把事情闹大吗？如此欺压我，今天就是要把事情闹大。好，你残害同门，殴打长老，我一定禀明宗主。一旦宗主降罪，剑宗再无你立足之地。好啊，你把他叫来，我连他一起打。我怎么感觉他比刚才的陆敬城还嚣张？这一届的新弟子实力都这么强悍吗？徒儿，你不要太张扬了，低调，见好就收。是谁在闹事？见过宗主。宗主，你来的正好。此女残害入门，殴打长老，以下犯上，无法无天，必须严惩。请宗主下令断其筋骨，废其修为，将其逐出宗门，以儆效尤，否则一定会助长这种不正之风。宗主，你竟然对我出手！你可知他是谁？他不就是刚入门的弟子，一个傻子吗？这蠢货！若他出了什么事，别说是你，就连我都难以下场。你居然还三番五次的想置他于死地！哼！你作为大长老，不为宗门多做贡献，反而仗势欺人，以强凌弱，为非作歹。今天开始，你将不是剑宗的大长老，跟你的徒弟一起去飞过崖反省500年。来人，押走！都是我这个宗主疏忽，我已经给他们惩罚，请你莫怪。算你识相，我就不揍你了。宗主竟然对他如此恭敬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乱世魔门的秘法，已经私自修炼魔功，你不仁就休怪我不义。事到如今，就无需再隐藏，我已经加入了乱世魔门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宗门耗费心血培养你，如今竟然和乱世魔门勾结在一起！修行魔法，功力突飞猛进，加入魔道，无数宝藏秘籍应有尽有，取之不尽。没有他们的加持，我怎么会这么快就当上大长老？反倒是你们根本就不信任我，连镇宗之宝都不让我看，后悔没能早日加入魔道。师尊，你是叛徒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当然随我一同加入魔门，入魔门者得永生。只要师尊把我杀了，
我愿意加入魔门。既然加入魔门好处更多，我等愿追随大长老。我愿意，我也愿意。你们这群叛徒！我本来就是宁家的叛徒，现在在背叛剑宗，本就是锦上添花。倒是你们，现在我有乱世魔门加持，你们死定了！我给你们2条路，要么跪地臣服，要么死。欧阳元，你竟然勾结魔道，绝宗门根基！宗门待你可不薄啊！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吧？魔道只是仁德而诛之，我们绝不可能和你同流合污。还有谁？魔道江山千秋万载，魔门大军马上就到，吞并剑宗已是板上钉钉。我劝你们不要再做无谓抵抗，跪地臣服。听见没？师尊发话，还不跪下！现在跪下，还能留你活命？非要当那硬的，现在就送你上路！快去叫老祖宗！不要白费力气，此地已被我封禁，谁也走不了。待魔主驾到，老祖来了也没有用。老娃娃，刚才我未用魔功才输给你，现在我有魔门秘法加持，还能抵抗吗？抵抗？用不着抵抗。狂妄！别动他，有事冲我来，动又怎样？宗主，为了个傻子如此拼命，宗主，我看你是老糊涂了。他不是傻子，他是老祖。我不管是谁，冒犯了本座，全都得死。你不是一心维护他们吗？我就在你面前慢慢把他们全杀了。小天，二师父，你刚才不是很嚣张？现在就算是宗主来了也护不住。现在跪下给我师尊磕100个响头，说不定还能饶你。傻子，得罪了我们，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。给我走！老匹夫，你该不会觉得动用了魔道就是我的对手？傻子，自大可以，但你也未免自大的太过分了吧？你觉得魔功加持下的大长老面前，你有丝毫胜算吗？狂妄！我师尊要杀你，不过是一根手指头的事。什么魔功，不过就是旁门左道罢了。老匹夫，别说我欺负你，今天就让你知手。师尊，他太狂妄了，快动手杀了他！这是自找的，我们翻天手！剑来！这能同时遇见7把？这个土鳖到底什么来头？废物！你怎么这么高的修为？你是什么境界？我是你遥不可及的境界。我输了，不要杀我！老匹夫，技不如人，服还是不服？我服。镇压你500年，服还是不服？我服。宗主，把他压下去，关禁闭。如果他再敢反抗，就打断他的双腿。还没完呢！把剑放下！
剑放下，否则你师父和你弟弟的命可就不保了。姐，别管我，别有多余的动作，否则现在我就送他们上路。竟然拿家人要钱，卑鄙无耻！我现在就是魔道的人，自然要用魔道的手段。师尊，快动手杀了他！你境界再高，也要栽在你的血缘至亲身上。动我可以，要是敢伤他们一根毫毛，我让你们整个魔族陪葬！死到临头了，还大言不惭！姐，不用管我。徒儿，不用顾及我们，除掉这些败类。闭嘴，否则现在我就送你们上路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刺不进去？我乃万剑之主，天下所有的剑都听我号令。你这把剑根本伤不了我。放弃抵抗我，否则现在我就杀了你！你以为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就能伤得了我？什么意思？今日本不想杀你，现在看来必了。他病犯了，趁现在！姐，我看谁敢动他！老祖，欧阳元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老祖，事情不像你想。老祖，老祖，不关我们的事啊！勾结魔道，残害同门，欺凌弱小，还教出这等弟子！欧阳元，你这大长老便是这样当的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维护这个傻子？不明白？好啊，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！所有的弟子和长老，你们给我听好了，他叫宁瑶，是本老祖唯一的亲传弟子。怎么可能？你竟还有如此身份！难怪宗主对宁瑶如此恭敬，他的真实身份这么惊人。原来这位前辈就是剑宗的老祖。欧阳元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既然清楚了，那就上路吧。到临头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就算杀了我，也改变不了剑宗的结局。魔族的100万大军已经到了。恭迎魔主！魔主还敢来我剑宗，不怕再重蹈覆辙吗？邓先知。1000年前，我败于你之手。自那以后，原本辉煌的魔门便一蹶不振。我养精蓄锐1000年，为的就是这一天。找死！老祖，师父，1000年过去，他的修为竟然增长了这么多。邓先知日夜苦修，不曾懈怠，就是为了能杀了你。今日就是你剑宗的死期。魔主今非昔比，不能跟他硬拼。师父，你没事吧？定神丹药效一过，宁瑶又变回了傻子之身，不然一起联手与那魔主还有一战之力。徒儿，为师不过是8品剑身，你也只是9品剑身，而那魔主已经超越了9品剑魔，达到半步魔神，比你还要强大。你只有突破到陆地剑仙才有胜算。可是师父，这很难，但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剑宗以及人族的生死存亡就交给你了，我会为你争取时间。魔主，这个小娃娃是个威胁，先除掉他。你是在教我做事？不是，这个世上我的对手只有一个。
那就是邓仙芝。只要除掉他，我便能君临人界，世间无敌！师傅，快运功！这邓仙芝不跟我一战，只一味防守，他想干什么？姐，师傅，这太难了，我做不到。不要放弃！众弟子，老祖一臂之力！全身精气，尽力而为。受死！给我破！师傅，我算是看明白你要干什么。你竟然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后辈身上，邓仙芝，你真是老糊涂了。不是吧？都这种时候了，你们还指望这傻子？最终的赢家还是我们魔道。他不是傻子，他是我的得意弟子。师傅，对不起，我又失败了。傻丫头，为师还有一丝力量，可破开虚空，将你送到安全之地。记得，千万要为剑宗报仇。我不要，师傅！天道，你束缚了我18年，今天我一定要活了你！9天雷劫，棒！突破陆地界限，休想得逞！师傅！你呀，你不能老被人欺负呀！徒儿，这是为师专门为你研制的定神丹，它可以保你短暂的清明。只要再有人欺负你，你就服下此丹。谢谢师傅。徒儿，为师一定会炼制出能彻底治好你这痴傻病的灵丹，要让你恢复正常啊！师傅，你对我最好了。雷劫被击碎了，这是剑仙的气息。剑归宗。万劫归宗，我打倒了陆地剑仙之境，怎么可能？这世上从未有过女子剑仙。剑仙降世，平动乱，降万魔。徒儿，你做到了。一招覆灭我们100万大军，剑仙之威
竟口不至此啊！剑仙大人，我之前被猪妖蒙了诛心，我现在知道错了，求您看在我是宁家人的份上，让我一命吧。剑仙大人，杀兄之仇一笔勾销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找你们麻烦了。老左，看在我为剑宗做了多年贡献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饶我一命。徒儿，怎么处置他们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你们5次3番的置我家人于死地，还要害我。现在，你们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而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姐，你病彻底好了？太好了！参见剑仙大人，剑仙之资风华绝代，只要有你在，定能将我剑宗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高峰。拍马屁的话少说，我不爱听。是。剑仙大人，我想还是我拜你为师好了。你永远都是我的第二师傅，我们事先说好的。不过，你要想指导一下剑术的话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好，太好了，有剑仙指点，这下谁还敢说我是剑宗里最弱的女长老？徒儿，你如今突破陆地剑仙，再也不受天道束缚。如今你恢复如初，真正独剑天下，世间无敌呀！飞鸽传书，不好，宁家有难！不要欺人太甚！宁灵宗，我儿敬诚不仅成功的拜入了剑宗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拜在了剑宗大长老的门下。你们宁家完了！等瑶儿和小天回来，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他们能不能回来，还是个未知数呢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儿子敬诚可是拜在了剑宗权力滔天的大长老的门下，而你的一双儿女，一个傻子，一个废物，也只能是拜在剑宗里最为弱势的女长老的门下。我儿敬诚对付他们，简直就是手拿把枪，易如反掌。没错，说不定他们俩现在的尸体都已经凉透了。你们不可能！小瑶和小天，他们不会出事的，不会出事的。信不信由你，今日便是你们宁家为我儿满门陪葬之日。来呀，给我杀了他们！小天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天剑庄的人又杀回去了，副将和族长性命危在旦夕。什么？姐，这可怎么办？我们现在离宁家这么远，根本回不去。时间长河，谢你们不可能！小瑶和小天，他们不会出事的，不会出事的。信不信由你，今日便是你们宁家为我儿满门陪葬之日。来呀，给我杀了他们！岂有此理！竟然欺负到我徒儿头上了！姐，这怎么办？简单，一件的事。你女儿杀了我儿子，今天我就是要为他报仇雪恨。来呀，给我杀！
千里之外，飞剑斩杀首级，这便是陆地剑仙，可怕之极啊！伤我家人，虽远必诛。参见宗主。都起来吧。谢宗主。吾儿为师创建剑宗的初衷是除奸恶、平动乱、荡妖魔，保卫世间太平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希望你不忘初心，带领剑宗砥砺前行。放心吧，师傅，我一定会继承您的宏愿，以我手中之剑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天下开太平。